清风汉奸为谁出？以正义写着任平凡俗论述，不必古来图，前尘都随风葬何处？一时为君，一时当入骨。苍生多渺渺，反复走卒。乱世如浊流，一次身于长风。山雨醉天幕，所谓高人不得瞑目，不过只在我掌心之中求真度。一念之沉默不可分说，痴人怎配平我？刀光剑影，风从呼云从龙，恩与仇一剑书写野过，释放雷鸣之歌，逍遥且放歌，世间狂徒渡我。红军塔，亘古第一功，这功法倒是对本大爷的胃口。天有乾坤，地分阴阳，阴阳轮回，方有万物生化。人生之初，无非阴阳二气，造化而出，造化而没，故可以于阴阳造化之中，万物可以，人生亦可，究其来由，还在阴阳。刚刚那是洗净法髓，我身体内的余毒已经排出来了。没想到这开天造化功竟如此，这下也算是一桩奇遇吧。有贼人！快，别让他跑了！快，往前面追！三番五次来我君家撒野，真是不要命了！看来我会成高手了，先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快，敌人在那儿！这个不用管了，去抓别的。好自为之吧。君莫邪，又半夜来偷窥，居心叵测。月光皎洁，微风轻拂，我只是在这个池子里洗个澡，没什么不妥吧？你赤裸着上身在这里招摇过市，无耻下流！姐姐，你这说话可就有点不讲理了。你都已经把我看了，是我无耻还是你无耻啊？你颠倒是非黑白！哎，上手就更不对了。
这女人好凶啊！停！羞羞姐姐，话可真多。看你也是师傅的人，不用这么认真吧？姐姐，我可是这家最后一个独苗了。那我就更要认真管教了。哎呀，疼！装，继续装。你刺中我下面了。指甲可真要绝后了！少说谎啊！今天我必然要好好管教你，伤了你的地方，自会请大夫给你医治。姐姐，再打就废了。身体废了尚能医治，你精神品性若是坏了，那可就无药可医了。我就教教你什么叫君家品性，什么叫君家的门楣。只好出手了。姐姐，你越来越过分了，再这样我可就要动真格的了。我还怕你不成？不管在什么世界，实力都是第一位的。人可以没有势力，但不能没有实力。我这瓜嫂长得挺漂亮，下手可真狠啊！抓到了吗？你们几个去少爷院中护着，不得有失。若有不开眼之人，正地格杀。是。这富贵人家可真不太平。早知道当年多看几集战斗电视剧了。不是吧？哼！当时我和三叔的距离只有15米，那把剑正146米每秒的射速向我逼近。我知道我这次必死无疑。此时此刻，人体能做到最快的动作就是变。莫邪，你这几天还是要小心。之前暗杀你的人没能得手，恐怕还要行动。三叔，可是我刚才完全没感觉有人跟着我啊！你一个纨绔，发现不了别人的气息，很正常啊。别看了，他肯定是在行动前自毁了容貌。他应该是个九品，气息应该已经能融入自然。你发现不了，那也是正常。9品，是个官职吗？过来，过来。平常让你练武，你不练就算了，现在逃课逃得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了。三叔好好跟你说说，咱们玄玄大陆玄气一共分为9品，9品之上还有银玄、金玄、玉玄、地玄、天玄、至尊神玄，共分16品。在这个玄玄大陆习得了玄气，才是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，才有资格争夺你想要的一切。他都9品了，也就混成个杀手，我看还不如我这个2世祖呢。你呀，还算不上是2世祖，你充其量就是个3世祖。不都一样吗？都是混吃等死，有什么区别啊？2世祖乃是父辈打好了天下，子辈坐享其成即可，完全没有什么难度。只要一张嘴能吃，你就一定不会死，最少也能安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而你这样的3世祖，却不然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你前面还有我这张坐吃山空的嘴，却没有能为你遮风避雨的大树了。如今你爷爷已经老了，如果你再没有几分本事和心机，日后的人生只怕会是非常艰难。
曾经鼎盛一时的君家，眼下竟已到了这般地步吗？哎，三叔，其实我也可以做二世祖的。哦，若三叔你做我的大树，为我撑起一片阴凉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安安心心做我的二世祖吗？莫邪啊，你三叔在战场上受人陷害，已经站不起来多年了，你就算忘了，难道瞎吗？若是我有办法能让三叔重新站起来呢？凭你？三叔，我知道你着急站起来，但是咱不急着一会儿吧？如今暗杀你的人还没有找到，我得护你周全。三叔，你自己都行动不便，你还护我周全？你鸟苍蝇，睡觉。看我明天怎么也好好护你周全！哼！高端的草药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治疗方式。自然味儿的。一个成功的医者，并不只依赖青春，更仰仗厚重的经验。嘿嘿，哎，有1000双手，就1000种治疗方法。传统医术无比神秘，难以复制。从深山到闹市，医术的传授仍然遵循着口耳相传、心领神会的传统方式。莫邪，你想报复也不用这样，三叔根本感觉不到，到头来只会伤了自己。三叔，你这就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啦！你小子能装什么好心眼？三叔，此言差矣。我把我自己的金疮药全数都给您用了，就是为了能让您早日康复。这个擀面杖呢，是我特意为您选的。您长期坐轮椅，肌肉都萎缩了，我得为您捶打捶打。所以，我特意选了您这个型号的擀面杖，并辅之以轻柔的手法。那这儿呢？房子婆特意给您选了个深色的，涂厚了点。少爷这功夫训练在哪儿学的呀？不知道啊，我在天香国还真没见过这种手法。你想不想也试试？我可享受不了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的，多不雅。莫邪，咱们这个康复训练必须要在阳光下进行吗？那倒不用，我故意的。臭小子，当初我就应该一箭把你射死。少爷，这个人在门外鬼鬼祟祟的，恐怕图谋不轨啊！唐公子，三少救我！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，都知道你和他关系好。
谁和他关系好啊？谁知道他是不是来害我的？兄弟啊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，不然我爷爷要弄死我！给我走！说吧，因为什么事要丢了小命啊？还不是李家那几个杂碎，非要拉着我玩。刚开始我还赢着呢，结果最后我输了整整15万两。唉，不让你赢，你怎么会继续玩呢？新把戏！我本来想着算了，但是李峰那孙子激我，说我输不起，说我输不起。好家伙，我唐家乃是天香国首富，这不是小瞧人的吗？我就把玉佩和剑都一起压进去了，我就合计着寻思着，没两把就把这几个孙子裤衩子都赢回来。肯定又输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就算你是输了剑和玉佩，你爷爷也不至于要了你的小命吧？5仁的，有肉馅的吗？少爷，您从来不吃肉馅的呀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那玉佩也就值个180万两，那剑也就是我爸花100多万打造的名剑推雪，不值几个钱。我就合计着吧，苍蝇腿再小，它也是肉嘛，我得把它赢回来。肯定是只输不赢，对吧？不愧是我兄弟，你太了解我了。兄弟，你惨了，你落入杀猪盘了。杀猪？猪？你骂人！杀猪盘指的是一种营销陷阱。少爷您吃，随便吃，反正到最后你都会越输越多。说吧，你最后压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了？我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我就把我未来的老婆压进去了。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是一个渣男。我开始是想抵押自己的，谁想到李峰李真那么卑鄙，竟然在抵押戒指上面贴黄。这唐元公子下面写的竟然是唐元妻子，我老婆可是刑部尚书的女儿，要是传出去的话，我非得被抓进刑部大牢不可。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求你啊。求我有什么用啊？你，我又不是刑部尚书的女儿。再说了，我也没那么多银子，求我也没用啊。不用，李峰说了，只要把你带去，他就会把我抵押老婆的戒指还给我。我有那么大面子吗？这里边会不会有诈呀？管他诈不诈呢，我只要我老婆。哎，你这人是不是兄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刚死了一次，这有可能是他们施的套。那不是意外吗？那不是意外，那是处心积虑的暗杀。我刚死而复生才1天，我就又经历了一次。杀你一次不成，再杀一次。你是不是也掉进杀猪盘了？他们一会儿是不是会再来杀你一次啊？说不定啊。不过我现在不怕。你不怕我怕呀！在你被杀之前，你得跟我去千金堂把我老婆换回来。你这人，走！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啊，好像是啊，是有点不对劲。刚才吃东西没给钱，我得把钱还回去。动动你的脑子！刚刚那些商贩都是保护我们的护卫。少爷您吃，随便吃。少爷，您从来不吃肉馅的呀？护卫啊，护卫怎么了？护卫也得给钱啊，保护我们更得给钱啊。睁大你的眼睛往四周看一看，刚才那些护卫都消失了。那又怎么了？事出反常，必有妖。我是君莫邪，这一世我重生了，我要拿回属于王牌特工的一切。
这个是独孤小艺，喜欢介入任何不平之事。只是，这本子上怎么写的都是我的名字啊！李家这几个小子居然敢在小爷面前出签，哼，6个6就是最大的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看小爷我给你开开眼。不管梦流着弯，有凶蛇虎豹。一抬手看过另一排排，都正好。对面的小山贼，功夫没练好，拿上2把大板斧，居然对我接刀。这江湖实在是乱糟糟，有太多小小，东夷我西我论本事，打3脚猫。今晚叫参观报，有门下就好。这些大侠每个都经不起红烧，书也没读多少，要替天行道。谁是天谁是道，有没有思考？说的多做的少，话没过大脑，只能当配角。走一遭红尘中过，唱着江湖，该有我名扬。